梁子榮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想問下嗰個飛機拆解其實都係未來一個好主要喺香港發展嘅行業啦。政府喺呢方面有冇推出一啲嘅政策或者培訓嘅資料，喺讓到呢啲企業入到嚟嘅時候，可以加大個培訓量，讓到更多人可以從事呢一行嘅就業呢？局長。多謝梁議員嘅人才培訓係相當緊要嘅。咁首先呢，我哋隨住喺同呢間歐洲領先嘅航空服務公司係去吸引佢哋落戶香港呢。咁我哋香港國際機場旗下嘅香港國際航空學院呢，就亦都有同呢一間公司簽訂咗備忘錄啦。咁亦都咧係就住呢一方面呢，係製作咗、籌備咗一個嘅航空工程嘅培訓嘅課程嘅。咁而我哋嘅計劃呢，就係會喺未來呢會有300個名額，就會係聚焦呢喺呢一啲嘅比較高端同埋好專業嘅航空工程嘅服務。咁亦都我知道呢，最近呢，佢哋率先已經推出咗個試驗嘅課程啦，而當中呢，亦都已經呢招收咗10多位嘅呢一啲嘅人員呢，係參與呢個課程。除此之外呢，剛才我喺主體法例嘅主體嗰個答案裏邊呢，都有提及，就係民航處同三地呢，都就住一個嘅維修人員互認嗰方面嘅計劃呢，係將佢涵蓋更多境外佢哋係批准咗嘅機構啦，從而呢係可以擴大我哋喺呢一方面維修互認嘅嗰個嘅監管嘅範圍嘅。多謝主席。